屏東縣即馬是來加強處理講這車無讓過路人這款違規的行為。對今仔日開始，這警方就會全面來啟動路口的大執法。今仔日早起佇屏東火車頭附近路口，包括着這烏多巴甲腳踏車等等，若準佇通過斑馬線的時，無主動來讓過路人，安尼現場就會隨接到罰單，會罰1200至6000塊。不要禮讓他，對，先熄火一下哈。騎烏多擺阿送無停讓斑馬線的過路人，隨後警察早就來開單，甚至是騎U bike的民眾無停讓，警察就隨請到邊仔宣導。對27開始，屏東警方啟動重點路口執法，針對車輛無讓過路人行行的違規行為，會當罰新台票1200以上6000塊以下的罰金，若有造成受傷，罰更較重。如因為停讓而造致人受傷者，可處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罰款，及吊扣駕照1年至2年；致人重傷或死亡者，最高可處36000元罰款，並吊銷駕照。因過判斷無停讓的標準是看幾塊斑馬線的花紋，路尾避免爭議，只要離過路人無到一個車道，就一定要停下來，讓人行行。交通大隊表示，雖然車輛經過路口無停讓，有時陣是無注意到，不過若弄到過路人，可能會引起第2擺的事故，尤其是時大細漢囡仔、甲行動不便的人，攏介危險，可能佇幾秒鐘內就造成傷亡。全面啟動路口車不停讓行人違規取締執法專案。針對事故高發路段及人流密集路口，強化攔查與取締作為，其透過執法與宣導並行，提升用路人守法觀念。警方統計，去年屏東縣發生122件過路人的交通事故，造成114個人死傷。雖然比前年有降低小可，但是數量嘛是多。對27開始，針對才發生事故，甲過路人較濟路口，加派警察巡邏執勤，希望透過執法宣導，對頭降低事故發生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